隨住人工智能嘅興起，網絡攻擊日新月異，傳統滲透測試嘅局限性日益明顯。低測試頻率、大量人力同時間資源投入等，加劇咗攻防之間嘅落差。中信國際電訊 CPC 憑住多年數字創新能力，研發出 Trust CSI AI 滲透測試24/7全天候運作如智能安全掃地機械人，採用獨家專利認證人工智能 SQL 注入技術，榮獲多項國際獎項。利用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大量防火牆、繞過場景，高效進行 SQL 注入揾出漏洞，大幅提升效率，更涵蓋 XSS 注入、弱密碼破解同埋 CVE 漏洞掃描等功能，支援每天、每週或者每月自動測試選項，實時自動生成簡潔易明嘅掃描報告同修復建議，協助企業自動無死角掃描各種內部潛在漏洞，建立主動式防禦機制。Trust CSI AI 滲透測試，智能化提升千行百業安全需求，幫助製造業保障 OT 同 IT 安全性。預計1年可節省達50%資安人力成本。確保物流業複雜供應鏈管理系統穩定，可縮減達數十萬防護成本。助力金融業保障資安合規，降低至60%資料外泄風險。守護零售業龐大線上線下交易系統安全，預防達70%嘅漏洞損失。數碼浪潮下，攻防博弈已滲透千行百業。Trust CSI AI 滲透測試24/7全天候運作，為企業護航、掃除障礙，構建更主動、更安全、更智能嘅防禦體系。